都好榮幸可以嚟呢度俾咁多位小學生們可以一齊做一個訪問。咁我覺得今次學到嘢，因為就係啲小學生問嘅問題同埋佢哋嗰個出發點，其實同好多做專業嘅記者係唔同。佢哋俾到啲好新嘅 perspective 俾運動員。因為長跑都好辛苦啦，有冇咩信念係令你可以堅持去跑完成個項目或者繼續訓練嘅咧？好多時候你見到好多係世界級嘅長跑選手啦，其實佢哋好多時都係靠呢個後天慢慢去鍛鍊自己，去不斷突破自己，咁去做到自己嘅成績嚟嘅。咁我自己就相信就天道酬勤啦，即係其實你俾得幾多努力，咁最後個成果都會有返幾多。你會唔會有啲迷信？自己就有一個小習慣，就係喺我比賽前嘅一日呢，就唔會瞓覺，同埋唔會飲咖啡。每次比賽前，你會做啲咩令你放鬆你嘅心情，冇咁緊張呢？我自己都係一個好容易緊張嘅人嚟嘅，咁就一去到啲比賽之前呢，我會自己心入邊呢會做好多我哋叫 self talk 啦，即係同自己講話，我唔好緊張，其實所有嘢都冇咩事嘅，咁去調劑翻自己心情啦。咁另外就會聽多少少輕鬆嘅輕音樂啦。係乜嘢去促使你去成為一個馬拉松運動員嘅？見到呢幾年嘅長跑運動個發展就喺香港嗰度呢，咁就非常之厲害啦。我覺得我自己身為一個長距離嘅運動員，都希望可以喺呢個半馬拉松甚至乎係全馬拉松嘅方面，可以發展為香港嘅長跑水平可以達到去亞洲級別。其實每一次準備一個馬拉松要嘅時間係起碼由10個禮拜，甚至乎去到16個禮拜。咁中間其實有好多唔同嘅波折啦，上上落落。咁自己其實都有時候對某啲嘅樽頸位都好無所適從，唔好放棄，因為其實運動員嘅生涯可以好長嘅，咁總會係有高有低。咁我自己希望就係用我自己嘅成績，用我自己嘅表現去同人講，就係話林永章做到，其他運動員甚至乎係其他嘅想入嚟做運動員嘅人都可以做到。